大家好啊，歡迎收睇新股速遞。今日介紹嘅 IPO 叫做兆易創新啊，公司方面咧就係一家叫做多元芯片集成電路設計啊，咁都係受市場嘅歡迎嘅。留意住招股期係12月31號開始啦，1月8號早上9點30分係截止認購嘅，上市日係1月13啊。發行價格132至162之間，入場費每手大概就係16,000多啲，集資額咧就挨近47個億啊！目前都係市場喜歡嘅一啲芯片半導體相關嘅行業嚇。雖然你話集資額同埋發行價格唔細，咁但係都有少少嘅投資空間喺度嚇。大家有興趣即管自己去認購啦。我係證監會持牌人，以上所講過嘅股份我係冇財務權益嘅。